继续来看金华城的案件，今仔日阁来开庭，防受害被告郭文铁、沈庆京、严晓薇，甲郭文铁办公室的前主任李文忠拢有出庭，嘛再度来传唤着证人朱阿虎来进行着质问。早起，严晓薇的律师火力全开，质问着朱阿虎，是毋是有看过，或者是听过严晓薇甲郭文铁会面，或者是谈论金华城的案件？朱阿虎承认咯，讲迄拢是伊家己的猜测甲想法。金华城案件搁开庭，郭文铁穿浅拖行入台北地院法院，公车也搁有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，也搁有前郭文铁的竞总财务长李文忠。今日这法院团包括郭文铁在内6名被告以及证人朱阿虎，由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的律师询问，伊问朱阿虎，比如捌讲应晓薇有力量主导金华城案件，朱阿虎讲是家己讲唔对去，伊是要讲有力协调。律师又搁问讲，你敢捌看过应晓薇找郭文铁讨论金华城案？这个朱阿虎表示讲，这是伊家己要的，并且讲若是市员敲电话给市长，敢一定会接郭文铁笑笑的海头。律师阁讲，朱阿虎捌传消息给应晓薇，讲法制局长袁局长认同你先签协议，官司拢共款审议启动。不过袁秀惠接受证实的时，讲无这个代志。朱阿虎是坚持讲，确实有这个代志，强调讲无的确对方是袂记起。不过确实有甲袁秀惠讲过金华城案件。金华城案件阁开庭，包括民众党主席黄国昌、立委张启凯，拢有到北院旁听。早起无看到陈培基出现，朱阿虎的证词会对案情产生审判的影响，嘛成为检辩攻防的重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